楊穎宇嘅專欄講喬治，標題係尼古喵喵應該禁嗎？讀者應該記憶猶新，差唔多2個月前，港府鬧出公關醜聞，懲教署喺社交平台上載 AI 禁毒短片 Obsession 糖衣陷阱，4種毒品化身韓式女團，人靚聲甜，載歌載舞。雖然影片後半載女神還原醜惡度有，但網民認為有宣傳毒品之嫌，署方將影片刪除，重新上載嘅影片卻因為有販毒唔會坐監嘅對白而再次下架。雖然署方最終將影片完全下架，但靈魂出竅女團已經瘋魔萬千網民，社交平台至今仍然不時有4名女神嘅影音創作，可能港府唔想重蹈覆轍，所以衛生署超前部署，通知台灣線上動漫串流平台巴哈姆特動畫瘋以吸煙為題嘅尼古喵喵違反吸煙公眾衛生條例中有關喺網絡上傳播吸煙產品廣告之相關項目，禁止喺香港地區播放。HK01 發文比較志明與春嬌同尼古喵喵，兩者都係以吸煙為背景，前者唔禁，禁後者，原因係後者整部作品嘅核心笑點同賣點完全圍繞吸煙產品同尼古丁依賴。片中密集展示香煙包裝嘅特寫，並細膩描寫點煙過程同吸用樂趣，客觀效果上已經超越咗單純嘅劇情，認定為客觀上嘅推廣需要，被執法部門認定為客觀需要，被執法部門嘅推廣效果同鼓勵一望而知。呢篇文章作者根本未清楚尼古喵喵內容。係嘅，尼古喵喵係有爭議嘅，貓咪萌化成嘅美少女卻成為咗煙鏟，居處布滿排泄物、垃圾、食物殘渣、煙頭，令觀眾極為惡心。觀眾認為生理方面無法接受，過於髒亂，以致睇唔落去，甚至對作品出現誹謗攻擊。然而，稍為細心留意作品細節，其實唔難發現更重要嘅信息。第一，觀眾嘅惡心，說明影片含有反吸煙信息。煙民嘅形象唔同80年代萬寶路廣告下嘅有型美國西部牛仔，而係人唔似人，全身惡臭，口水同手掌都會滲出令人生厭嘅煙臭。女主角尼古子被形容為其人生仿佛係喺垃圾堆中揾比較長嘅煙屁股。呢度邊度係咩推廣同鼓勵吸煙？第二，與其話動漫主旨係吸煙，更準確咁講係慾望。同尼古子同屬一夥嘅獸人，即人同貓嘅混合種，每個人都有獨特嘅慾望，試酒、試性愛、試毒、試睇透世界等，當中有唔少情景描述慾望嘅矛盾。例如試睇透世界嘅飄飄貓，吹噓自己可以同自然一齊生活，勸尼古子放下執念，但係當大雨將自己喺河邊嘅帳篷沖走時，自己就變得好激動，就算警察拉住佢，都想跳落河去揾翻失去嘅帳篷。喺慾望面前，好難成為聖人。第三，尼古喵喵善用隱藏信息，例如尼古子髒亂嘅房間，喺佢入住前已經掛住一張貓山診所嘅海報，提供性病科、皮膚科、整形外科、泌尿科等服務，都係歷年來住客會使用嘅服務，就診人數已經突破50萬。海報文字係就咁向青春講再見，令人反思係咪應該咁虛度青春。筆者認為影片最大嘅彩蛋係佢有最少8間中國大陸公司協同製作，分別來自北京、上海、合肥、黑龍江、浙江、貴州等。香港衛生署禁止中國公司製作嘅動漫在港放送，無論呢個決定有冇政治考慮，都已經喜感滿滿。本文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唔反映本報立場。